你有冇試過喺一段關係入邊成日都好冇安全感？見到對方覆少兩句或者語氣冷淡啲，心入面就開始亂諗嘢，甚至會懷疑自己，總係想向對方索取情緒價值，結果越捉得緊，對方反而越走得遠，搞到自己身心都好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inky。我見過好多女仔都行過呢條冤枉路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心事，陪你一齊揾翻嗰份真正嘅安全感。其實好多時我哋會俾外界一啲嘅你係值得最好嘅呢啲說話誤導咗。真相係一段長遠高質素嘅關係往往都係好理性。對方要揾嘅其實唔係一個需要全天候照顧嘅小公主，而係一個可以並肩作戰嘅合夥人。美貌可能會隨住時間而折舊，無底線嘅情緒索取更加會消耗大家嘅感情。真正嘅安全感從來都唔係由人哋俾你嘅承諾，而係你手裏面嘅底氣，你解決問題嘅能力同埋你強大嘅內心。如果你想擺脫呢種精神內耗，我好建議你試下借助拉長石溫柔嘅能量嚟幫助自己調整下。方法好簡單，大家可以抄低呢3個步驟。第一個方法啦，大家可以將一啲高質素嘅拉長石啦，平時就戴喺左手上高啦，或者將一個拉長石啦揸住喺左手。當你覺得心煩躁動嘅時候佢嘅微能量可以幫你安撫情緒。第二個方法就係瞓覺之前花5分鐘嘅時間，將拉長石放喺心口嘅位置，合埋眼做深呼吸。唔好再諗對方點睇你，同自己講一句，我自己就係自己最踏實嘅依靠。第3個方法就係瞓覺嘅時候可以放佢喺床頭，等佢溫柔嘅磁場可以陪你安穩入睡。當你將焦點擺翻喺自己嘅成長度，你嘅情緒就會變得越嚟越穩定。呢份清醒同底氣，自然就會幫你吸引到同頻優秀嘅另一半。如果喺自我成長或者喺水晶療癒上有任何嘅問題，隨時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會一一咁回覆大家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